做嘛是活人要食啦。咱即摆先这是先基层的，咱这个侧身包。你也用白白看伤素啊，咱这算讲一个包装啦。我先念基本的起来啦吼，这咱即摆算这基本的就是对这，吼啊来饮料，拢总摕14罐来，因为这种吼，咱你扣的心态，当然是4、3、2、2、1，旁边再交叉2罐，啊，你即摆咱这物件，咱较讲究啦，因为一般较早阮咧做吼，有诶是客咧就一直念啊，但是念咧重点咧安尼念。哦，咱这名，咱这个马区，吼，咱甲为着美化，它顶用起来较好看，马区安尼念，哦，2粒。你看我手势这刻咧，毋是讲凊彩刻，一定要刻安尼较会按，你无你愈来愈去，袂当固定。啊，即摆这边一罐，啊这边一罐，咱这边这个安尼先刻安尼。哦，即摆来要念第3罐啦。啊，即摆来这边面这3罐，这咱4、3、2、2、1嘛，吼。哎，啊2罐是毋是爱试咧？哦，对哦，我也问老师咧，哎，安尼，来个2罐。哦，啊，咱们即摆1罐。啊，这来，这罐糖浆好无？好吼，即摆新转起来就是变安尼，哦，好，啊，即摆来这先坑的，咱即摆这念好，咱是先念到顶咱要接的啊，这边搁开始接龙啊。咱这煎剂嘛是爱料好，莫安尼接一边吼，安尼较歹看，安尼用安尼较正宗吼。哎，这边再念的试的附一个。啊，事实上，咱这第3罐嘛是上爱伫迄个角度吼，我共款安尼，所以这照小的家己注意一下。啊，这先附咧，安尼较袂脱步去。即马这是上基本的啦，啊以后恁若是讲有兴趣，家己要用这起来装心色的，是安怎？种种的用途拢有啦。啊，因为咱等下是需要写条啊，所以咱会甲用这边的2罐落，吼，所以先这个念的。安尼靠着正中，啊手甲固定的。哦，即摆来说像安尼，这个连条咧，连咧，对这中，啥拢接中。恁若扭袂也袂要紧，啥咧直接接中，可能恁爱用2手安尼用的。哦，安尼，咱即摆到时先做干呢，这边这边，咱先甲靠用加大甲连咧。到时你要封迄个外层迄种保鲜膜的时阵，做起来迄个形体较水啦。其实这种的变化，几罐拢在咱家己有法度念，像我头先上基本的，就是你念几罐一定爱念的按。啊，免啊塌，实在你啊塌，你只要塌会起来，拢会当用心。哦，啊以上安尼，好。好，对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鬼边，咱今麦要家己来做。是安那要办这个台文博览会咧？因为伫我这几冬参与台语、台文相关的活动，咧做相关吹哨的运动的时阵，就发现讲，一般人其实对台语、台文实在无够了解。
咱一般人的个性是安尼，对无了解的物件，定定一开始就有一个负面的印象。看到毋知的物件，就先讲迄是毋对的。比如讲像台文，真侪人无看过台语的文字，看到人咧写，一开始就先骂讲，台文应该毋是写做安尼。毋过其实台文伫台湾历史已经有差不多要150年的历史，毋过一般人是无了解。所以咱即届活动就是特别用一个针对青少年朋友，互因用一个趣味好耍的方式，互因来轻松来参与，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展现讲咱台语其实伫咱台湾的文化内底，嘛有真侪无共款会使发展的空间，而且各行各业伫各种领域内底，拢有人在拍拼使用台语。所以其实台语嘛是会使成做一个正常健康的使用语言，嘛是咱台湾文化上要紧的一个根。语言甲文化是一定爱绑做伙，希望讲大家会使做伙来参与，做伙甲咱的母语讲转来。以后咱台语就真正成做一个更较好、更较完整的生活语言。继续把咱的根、把咱的文化保留、延续落去。花西交台要来抽奖啊！哈哈！感谢台湾博览会提供的奖品3份，你只要伫这影片遐起赞、加分享，而且伫下骹留言，讲出你对台语的印象，一句话对台语的印象，你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哦！今把机会只有3分。